大家好，今晚係高方婷同你睇天氣。本港上空咧雲量稀薄啊，今日咧我哋見翻多啲嘅陽光啦。不過好多地方都蒙查查，原因係本港今日吹微弱嘅西北風，灰塵咧就會多一啲。入夜之後，空氣質素認真麻麻地，旺角、中環同埋銅鑼灣嘅路邊監測站都錄得甚高嘅空氣污染水平。天文台今日錄到嘅氣溫係介乎19.7到24.3度，而而家嘅氣溫咧係21度，相對濕度78%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咧，聽日大致係天晴，能見度會比較低。星期二咧就潮濕有霧。本週中期天氣轉趨唔穩定，見到咧幾日都係落雨㗎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澳門有霧，廣州同廈門多雲，台北冇乜陽光，上海係天晴。北京、首爾同東京都係多雲。巴厘島同雅加達係有雨，新加坡明朗，吉隆坡有驟雨，曼谷有雷暴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，墨爾本、悉尼同布里斯班都係有驟雨，惠靈頓多雲，奧克蘭有雨，紐約明朗，多倫多同芝加哥多雲。溫哥華係冇乜陽光，三藩市大風，洛杉磯有驟雨。歐洲方面，倫敦係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同巴黎有驟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天晴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愛比錶贊助播映。你稍後請收睇康業信貸按出新機廣告雜誌。